約翰福音14:27，耶穌講釋迦啲佢問要上天，問要進天之時，佢講喺春夏嘅平安，병下半年。我嘅平安병下半年，唔從世界半年嘅講啊，因為上帝嘅平安都係從心度嚟出嘅，要滿足嘅平安。而呢個交代自家嘅心唔好少，唔好尊，唔好驚，因為嘅平安春夏嘅自家，讓自家有得到快樂，得到滿嘅心。但係呢，因為世間呢啲自家啲咩人容易，各樣嘅生死為咪自家驚。但係耶穌講唔好驚，嘅嘅平安嘅春夏嘅自家唔從世界嚟搬嚟。嗱，可能你都兄弟姊妹聽到啊，要呢度要平安。要呢度要快樂，嗱，我都係講兄弟姊妹啲，Covid 2年3、3年，乜當然要呢，但係佢得到平安緊，驚為時間啊，呢都係日戰子要呢，又邊家得到滿足嘅平安，滿足嘅快樂，滿足嘅甜心，就係耶穌嘅你滿足嘅平安，滿足嘅甜心，自家得到，因為耶穌往進天堂之時講，佢春夏嘅平安，唔從世界裏搬嘅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